嚟到禮拜五，我哋要講一個最關鍵嘅轉化，點樣將拒絕 rejection 重新定義為選擇 choice， 同埋點樣建立你嘅內在安全基地 internal secure base。呢個禮拜我哋講咗依附關係、內在霸凌者、界限設立、重新撫養自己。今日係將呢一切整合起嚟，幫你建立一個最重要嘅能力。無論外在世界點變，你都可以係自己最穩固嘅根基。今日我會同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拆解點解怕拒絕人，其實係一個關於自我價值嘅深層問題。第二，教你選擇架構 choice architecture， 令健康嘅選擇變成你嘅預設。第三，給你一個建立內在安全基地嘅具體步驟，令你唔再需要靠任何人嘅認同嚟感到安全。沙拉克羅斯比喺書入面講，好多人怕拒絕人，係因為我哋將拒絕同關係破裂掛鈎。我哋覺得如果我講唔得閒，對方就會嬲我，離開我，唔再中意我，所以我哋寧願委屈自己，都要維持個好人形象。但係作者提出一個重新框架 reframing， 拒絕唔係我唔幫你，而係我選擇優先照顧自己嘅需要。呢個分別係微妙但係革命性嘅。拒絕係聚焦喺對方，我令你失望，我欠你個解釋。選擇係聚焦喺自己，我知道我嘅需要，我選擇尊重佢。我記得喺我職涯早期，我好難講唔得閒。我覺得每一個請求都係一個測試，測試我係咪夠好、夠有用、夠值得被留喺呢個團隊。結果我做到 burnout， 做到 resentment， 做到最後連好都講得好勉強，令個氣氛更差。後來我先明白，我唔係怕拒絕人，我係怕被拒絕。我驚如果我唔夠有用，人哋就唔要我。呢個係依附創傷嘅直接表現。作者提出選擇架構 choice architecture， 呢個係行為科學嘅概念，應用喺個人生活入面，就係點樣 set up 你嘅環境同你嘅習慣，令健康嘅選擇係最 easy 嘅選擇。例如，你可以喺電話 set 一個界限提醒，每日6點後唔覆 work email， 除非係真正緊急。你可以喺日曆 block 咗你嘅 family commitment， 令人哋 book 唔到你嗰個時間。你可以練習一個唔嘅句式，背到滾瓜爛熟。我今日唔得閒幫你，呢個我手頭有其他優先事項。練習到滾瓜爛熟，令講唔變得容易過講好。你可能而家諗，我明白要設立界限，我明白要重新撫養自己，但係我點樣知道我做緊嘅嘢係有效嘅？答案係一個你每日只需要30秒嘅 check in， 而呢個 check in 就係建立內在安全基地嘅核心。另一個重要概念係內在安全基地 internal secure base， 呢個唔係一個地方，係一種狀態。當你建立咗內在安全基地，你唔會因為有人唔中意你，你就覺得你要消失；你唔會因為人哋拒絕你，你就覺得你冇價值。你變成你自己最穩固嘅根基。點樣建立？作者話係要整合成個禮拜嘅練習。當你感到焦慮、依附、觸發，你聆聽把聲，內在霸凌者，你設立界限，界限設立，你安撫自己，重新撫養，你重新框架，拒絕變選擇。每一次你完成呢個循環，就係內在安全基地嘅建設過程。每日嘅 check in 係一個30秒嘅問題。我而家點？唔係我今日做咗咩，唔係我完成咗幾多嘢，而係我而家嘅身體感覺係點，我而家嘅情緒係點，我而家嘅需要係咩？呢個問題好簡單，但係好多香港人從來唔問自己。我哋成日問我做咗咩，但係從來唔問我係點。呢個 check in 就係喺度練習同自己嘅內在連結。當你 alarm 響，你唔係即刻跳起身去睇電話，而係先問自己我而家點。當你食 lunch， 你唔係對住電腦食，而係先問自己我而家點，我係咪餓，我係咪累，我係咪需要一個人靜下。作者話呢個就係由反應到回應 from reacting to responding 嘅轉化。你唔再係 automatic 地對外在刺激作出反應，而係 conscious 地選擇你嘅回應。香港職場文化成日推崇快速反應，即刻答到，唔使諗就做到。但係心理治療嘅智慧係越急越要停一停。呢個停一停唔係軟弱，係力量。呢個就係 Minute Therapy 個書名嘅意思。你唔需要1個鐘頭嘅 meditation， 你唔需要每日做瑜伽，你只需要每日5分鐘問自己
我而家點？榮格講，你所抗拒的一切都會繼續存在，還會越來越壯大。呢個禮拜我哋講咗好多抗拒承認自己係焦慮型依附，抗拒面對內在霸凌者，抗拒設立界限，抗拒面對自己嘅情緒，抗拒承認童年嘅傷，因為我哋驚痛。但係作者沙拉克羅斯比教我哋，當你停止抗拒，當你開始接納，個力量就會流轉。你接納你係一個會焦慮嘅人，焦慮就會減輕。你接納你需要界限，界限就會變得自然。你接納你童年唔完美，你就可以開始療癒。今日嘅行動方案係整合成個禮拜嘅學習。第一，每日30秒 check in， 我而家點？第二，當你感到情緒升溫，問自己覺察觸發點3問。第三，當你把聲出嚟鬧你，用自我支持對話回應。第四，當有人請求你幫手，先問自己我而家有冇能量，先至決定係咪幫。呢4個步驟就係你嘅內在安全基地嘅日常維護。你唔需要做到完美，你只需要做到一致。每一次你選擇聆聽自己，每一次你選擇設立界限，每一次你選擇安撫自己，你就係喺度建設你嘅內在安全基地。最後我想用沙拉克羅斯比書入面嘅一句話作結：你值得被愛，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，而是因為你存在。呢句話係呢個禮拜最重要嘅一句話，唔係因為你夠叻，唔係因為你夠有用，唔係因為你滿足咗人哋嘅期望，係因為你存在。每一次你感到情緒波動，停一停，問自己我而家點？呢個簡單嘅問題就係改變嘅開始。多謝你陪我走完呢個禮拜，我係 Lawrence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